莫非我在演文化地宽真风情，不是我那多情多你梦中人。一句此事如从天，一层一息春风眠，黑点小片林永定。曾自卷美美的是高金河彩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美国梅纳洛公司在多元、包容、团结的人文环境下，数年来大力弘扬、传承中华文化。今年又邀请到了一些世界著名的戏剧家、音乐家、书画家和舞蹈家，齐聚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，共同举办第5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。很荣幸，在疫情解封后，我将在钟爱一生的舞台上献上粤剧经典唱段和折子戏。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，中国戏曲是民族文化宝库里永不凋谢的艺术奇葩，它承载着光辉灿烂、连绵不绝的中华文化。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、融合、共同发展的前景会更加广阔，会更加美好。期待8月6日我们在开幕式上相见。